大家好，我係 5D 班嘅林婉文，今日代表訓育組向大家推介一本好書《自我勉勵同學會》，作者係黃擎天，插圖係恩佐。作者係著名暢銷勵志作家黃擎天，佢嘅散文為大眾所喜愛。本書結集咗佢長達1年多喺《太陽報》連載86篇嘅散文。呢本書嘅主題為勉勵大家活出積極嘅人生，精選咗作者甚為出名嘅積極人生系列嘅篇章，打開城市人嘅心靈窗口，引發共鳴，為讀者提供應付人生各種問題嘅正能量。作者係班長，寄予勵語嘅係名人老師，讀者係同學。呢一本書嘅同學會概念大大拉近咗讀者同作者之間嘅距離，加強親切感，切合現時同學會嘅熱潮。文章從3個課題出發，分享咗作者一啲做人嘅處事原則，同埋走過順逆30多載嘅人生體會。第一課音樂課分享快樂真諦，第二課體育課用正面嘅思想跨越困境，第3課美術課帶領大家豁達看人生。喺逆境中發現快樂嘅秘密。當較大嘅挫折從天而降，你會以為呢啲係不快樂嘅原因。事實上，你忙於解決問題，根本冇閒情去揾開心。如果堅持不下去，只會越來越暴躁。唯有心平氣和，你才會發現喺逆境中快樂嘅秘密。你想快樂就可以快樂，世上冇任何事有權剝奪你嘅快樂。即使一無所有，諸事不順，你仍可以選擇快樂。今日我嘅分享完畢，同學快啲嚟圖書館借書啦！